張係咪冇咁傷自己？射嘅時候射得好。不過每次都係黐甲片整，跟住佢磨咧一定要磨最底嘅，成日磨損晒我啲指甲。我都已經係翻嚟香港係因為我褪咗出嚟之後咧，佢開始翹邊，我冇得唔磨晒佢。新年呢個都唔係我，由你啱啱 gel 到依家應該都有3-4個月啦。咁你啱啱 gel 嗰陣都已經係有翻呢度咯。咁誇張？係啊，有一定係。4月左右。轉啲。差唔多。8秒。唔緊要，會放嗰個。跟住再養多1個月先。7月份嗰陣 gel。老師有4、3份。換人換。錯，俾咗波，第2球入咗先會打，入咗。哦，被盖帽了。8秒。唔係褪咗出嚟好多，依家係向下彎晒咯。我會覺得好唔方便啊！咁長，尤其屙屎嗰陣。我本身係諗住，我本身都咗1個禮拜前嘅 gel，跟住咧我整親隻，我要睇眼科咁整，所以我就。跟住即刻打電話，我可唔可以睇急症？即刻衝去睇急症。
上加醋。啲三號嘅場喺度。佢哋有講過話，如果要開冷氣，要專登揾電工翻嚟。夏天剪短頭髮唔會唔會啊，紮起嘅話，起碼呢度。唔會啊，冇電。佢剪得衰嘅話會咯， 5秒。會黐住喺你條頸度咯啲頭髮。但係我又真係我上年4月份嗰啲頭髮係去到腰。但因為我要去台灣環島咧，我剪咗啲，剪到佢心口。但好長喎，你睇頭想整你。我身度睇3個字嘅啫。即係咧，我覺得有時咧，其實髮尾係香嘅咯，但我頭都係臭嘅。係啊，但係我要洗埋髮尾，我覺得勁慳真。同埋你頭髮一長咧，你得啲頭髮咁高好似粒刀。覺得多咗，但其實一樣嘅啫，其實都係。攣埋一齊。又唔會喎，我洗頭唔知點解係洗得好鬼死快咯。煩追髮尾，但係頭頂係臭，但係我又唔可以唔洗埋髮尾，好慳。8秒進攻，跟住我喺台灣翻咗嚟之後， 5秒進攻，染咗個紅色，跟住就係染咗紅色之後，我突然之間就剪到勁鬼死短。我剪到咁樣。1分鐘，其實 OK 啊，但係就因為你染過呢隻色，所以卡成。係啊，唔係因為我染完呢隻色之後咧，我喺票之前我都染咗次紅色。但係你冇出去染，所以已經卡得冇咁嚴重。但係因為我係好短時間染咗好多次，還好我又覺得真係。因為我生日，我4月。比賽時間30秒。4月份嗰陣8秒進攻，染咗個紫色。5秒進攻，20秒。咁都唔入就冇嘢好講㗎啦，真係。